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有句俗话说呢，逢山必有客，逢客必有茶。那么有一位作家呢，吴德亮很喜欢喝茶，于是他写了很多茶书，甚至走访了全台湾的客家茶庄，拍照记录，写出了《客乡找茶》这本书，让大家更有机会认识客家庄的茶文化。满山茶园景色，桃园龙潭乡从日据时代就种茶，产量非常的丰富，在台湾的茶叶曾经是占有一席之地。拿着相机不断拍照，他是吴德亮，是作者，是摄影师，也是一位画家。爱喝茶的他，一有空就走访茶庄，记录好茶好味道。它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庄，在这边居住的客家人差不多是99%以上。当初呢，是以制作外销为主的红茶为主，也就是小叶种的红茶，那时候外销，全世界很多国家。每拍一张照，就为踏过的足迹做记录。不只是龙潭，吴德亮走访了全台湾的客家茶庄，探寻出客家人与茶的关联性。有一句话说：“逢山必有客，逢客必有茶。”就是说，客家人呢，他们在这样比较贫瘠的山区里，那么他没有办法种这些稻米啊，什么比较好的食物，因此他们只好种茶了。嗨，阿亮。不只看茶农种茶，吴德亮还常常到茶厂看茶的制作。100年老厂房运作的机具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陪着传承4代的主人守住家业。机器都是几十年前从英国直接进口来的，到现在还虎虎生风。一待就是好几天，和茶农博感情。吴德亮到客家找茶，找到了茶庄人的真情。他爸爸就交代他说：“你一定要守住这个茶厂。”他跟他讲了一句话。机器做不得停，张有翻身，就是机器不能停，才有饭吃。所以他谨记的这个教训。对，因为历史特色，轻轻一嗅，闻出茶的清香。吴德亮亲身探寻，写出了客家族群和茶的渊源，让客家找茶记贴切道出在地特色。琥珀色的茶汤扰动客庄记忆的涟漪，浓郁的香气，客家人用热情加温。东方美人的魅力，在吴德亮的快门里驻足，留住雅俗共赏的感动时刻。